各位觀眾朋友，今日要同大家講一件好勁爆嘅豪門風波。2025年冬日嘅香港，表面上依然維持住繁華同秩序，維多利亞港嘅郵輪穿梭得密密麻麻，中環嘅寫字樓燈火通明，銅鑼灣嘅奢侈品店門前都仲排緊長龍。但係一場由霍家幼子霍啟仁婚宴引發嘅風暴，正以雷霆萬鈞之勢席捲全港，將呢個被譽為紅色商人典範嘅家族推向輿論嘅風口浪尖。呢場原本被視為豪門低調典範嘅雪山婚禮，竟然喺短短數日內演變成一場涉及家族聲譽、政商關係，甚至代際價值觀衝突嘅公共危機，更令到霍家三代精心維繫嘅愛國愛港形象瀕臨崩塌。時間來到2025年11月，霍啟仁同泰國華裔建築師 Namfon 喺麗江玉龍雪山腳下舉辦婚禮。呢場被港媒稱為本世紀最反差豪門婚禮嘅儀式，鬆選指導流程都透住刻意低調嘅意味。冇豪華車隊接送，冇明星助陣，冇媒體直播，甚至新娘嘅婚紗都只係珍珠白簡約款，頭紗上面連一顆鑽石都未鑲嵌。霍震霆喺婚禮現場只係以年輕人喜歡就好回應媒體。朱玲玲雖然未現身，但係通過助手轉交一張手寫卡片，上面寫住常回家吃飯，看似一片祥和。然而細節處早已經埋下隱患。據參與婚宴嘅賓客透露，婚禮座位安排暗藏玄機，霍家親友全部坐喺前排，而 Namfon 嘅泰國親友就被安排喺靠後位置。部分長輩甚至因為視覺不佳提前離場。更耐人尋味嘅係，儀式中竟然未設置傳統粵式婚宴嘅敬茶改口環節，只係以一杯香檳草草帶過。當被問到是否遵循霍家規矩時，霍啟仁含糊其辭，現在年輕人更注重平等。此言一出，立即喺港圈豪門中引發議論，霍家連最基本嘅禮數都不要啦。一位同霍家交好嘅世家夫人私下對友人感嘆：我嫁女兒時，連茶杯擺放角度都要校3片，霍家呢係要改寫豪門規矩。而婚宴後嘅 after party 更成為爭議焦點。現場流出嘅照片顯示，霍啟仁同友人舉杯狂歡至凌晨， Namfon 則換上亮片短裙同外籍設計師貼面熱舞。與之形成鮮明對比嘅係，霍啟剛夫婦被拍到提前離場，郭晶晶手中仲拎住給仔女購買嘅平價玩具。港媒次日頭條就寫住雪山誓言24小時後，霍家幼子現形記，婚宴餘溫未散。一則由匿名賬號發佈嘅霍啟仁雙重生活實錄就喺網絡瘋傳。該爆料稱，霍啟仁喺婚禮前後仍然頻繁出入蘭桂坊高端會所 Club 71。同多名亂毛舉止親密，其中不乏曾參與霍家慈善活動嘅名媛。更勁爆嘅係，其名下跑馬地老樓婚房雖然被港媒譽為節儉典範，實則內部裝修極盡奢華。意大利定製水晶吊燈價值8萬，愛馬仕限量版家具堆滿客廳，地下酒窖藏有數百瓶羅曼尼康帝宮酒。其中一瓶1945年木桶酒裝宮酒市價高達386萬港元。嗰棟樓外表破舊，內部改造花咗近8000萬。霍震霆當時氣到摔咗茶杯。一位同霍家有生意往來嘅地產商透露，啟仁堅持要裝德國進口防彈玻璃，話係為了安全，結果被老爺子罵你當自己係總統咩？與此同時， Namfon 嘅背景都被深度起底。儘管霍家對外宣稱其家族從事建築業，但係泰國商界人士向媒體爆料， Namfon 父親嘅公司實則以政商掮客角色聞名，曾多次捲入東南亞基建項目賄賂案，其母更被指係某國前高官嘅紅顏知己。佢能嫁入霍家，靠嘅可唔係設計才華？該人士冷笑，去年霍家喺曼谷投標地鐵項目，佢父親嘅公司恰好係競標方之一，你說巧唔巧？更諷刺嘅係 ，Namfon 婚後第2日就飛返香港處理設計項目，被拍到喺中環旗艦店刷霍家黑卡購買8萬珠寶，而霍啟仁則被目擊喺半山別墅同友人開派對至凌晨，桌上堆滿現金籌碼。
一位參與派對嘅富二代向《東方日報》爆料，啟人話現在流行低調炫富，買老樓係情懷，刷黑卡係支持老婆事業，我哋聽住都替佢尷尬。呢場風波嘅漣漪好快就擴散至政商界。2025年9月3日，霍啟剛、霍震霆父子現身北京長安街閱兵冠禮台，曾經被解讀為霍家政治資本嘅彰顯。然而，隨着霍啟人醜聞發酵，原本同霍家走動頻繁嘅政界人士開始集體失聲。據接近特區政府嘅消息人士透露，某位曾多次同霍震霆聯署公益提案嘅立法會議員，近日喺私人場合明確表示，年輕人犯錯，家族有責任引導。而另一位匿名議員更直言，現在邊個敢同霍家走太近？媒體會將我哋同豪門醜聞綁喺一齊炒作，呢種態度轉變喺商業領域同樣顯著。霍英東基金會原定於12月舉辦嘅慈善晚宴，贊助商名單中多家跨國企業臨時撤資。內部文件顯示，撤資理由均為調整年度公益預算，但係某企業高管私下向媒體承認，霍家現在嘅形象對品牌有風險，我哋寧可賠違約金，都唔想被消費者罵助紂為虐。更耐人尋味嘅係，特區政府某部門原定由霍氏集團承建嘅青年創業孵化基地項目，近日被曝將重新招標。該部門負責人在匿名採訪中表示，企業形象係重要考量因素，我哋希望合作夥伴能傳遞正能量。12月15日晚，霍家喺淺水灣祖宅召開緊急家庭會議。據管家描述，當晚8時許，霍震霆鐵青駐臉步入客廳，手中文件袋重重摔喺茶几上，嗰係匿名爆料者寄來嘅霍啟人夜店狂歡照片集，其中一張佢扭住亂毛嘅照片被圈出，背面寫住霍家新傳統。朱玲玲罕見地未出席會議，只係通過律師轉交書面聲明，尊重年輕人選擇。而平時低調嘅霍啟山則一反常態，喺會議中拍案而起，必須俾公眾一個交代，否則霍家百年聲譽就毀喺啟人手裏。知情人士透露，霍震霆喺會議中3次打斷霍啟人嘅解釋，最終拍板3項決定。霍啟人暫停所有霍氏集團職務，即日起赴南沙項目反省，冇召不得返港。Nam4 需公開道歉並暫停設計事業1年，其工作室所有項目由霍氏集團接管。霍家將提前召開記者會，由霍啟剛主導危機公關，強調家族價值觀從未改變。老爺子最後指住啟人鼻子敲：你自己掂掂佢。粵語，你自己處理。該人士模仿霍震霆語氣道：嗰係20年來我第一次見佢發咁大火。上次佢咁生氣，都係啟剛堅持要去投行工作，唔肯接手家族企業嘅時候。喺呢場風暴中，霍家長媳郭晶晶嘅沉默格外引人注目。自2012年嫁入霍家以來，佢始終以樸素豪門媳婦形象示人，穿平價服飾，逛菜市場，帶仔女坐公交，被港媒譽為豪門清流。此次佢卻未喺社交媒體發聲，只係被拍到獨自帶3個仔女逛平價超市，手中塑料袋裏面裝住打折麵包。有分析認為，郭晶晶嘅克制實為霍家危機公關嘅一部分，越解釋越混亂，不如以靜制動。然而，霍啟剛嘅政治生涯已不可避免地受到波及。12月8日立法會選舉中，佢雖然以193票高票連任，但係民間開始出現霍家係唔係配得上議員身份嘅質疑。某區議員辦公室收到嘅投訴信中寫住：一個連弟弟都管唔好嘅家族，憑咩代表市民發聲？更棘手嘅係，反對派政黨已將霍啟人醜聞納入議題，計劃喺立法會質詢霍啟剛：你係唔係認同家族榮譽應高於個人私德？你點樣保證喺政策制定中唔受家族利益影響？面對質疑，霍啟剛喺12月18日嘅立法會會議中首次回應：個人行為唔代表家族，我會繼續履行議員職責。但係當被追問係唔係會督促弟弟道歉時，佢只係重複家庭事務內部處理，隨即被反對派議員打斷。
內部處理就係包庇咩？霍家三代形象嘅崩塌，實則係長期積累嘅矛盾爆發。自霍英東2006年去世後，霍震霆雖然繼承體育事業，卻未能延續父親低調務實嘅家風。2011年南沙項目爭產案中，霍震宇指控霍震寰隱瞞300億元地皮權益，兄弟反目成仇。2013年霍啟山同章子怡戀情風波，被港媒呼稱為豪門公子哥嘅烈焰記。2025年霍啟仁婚宴醜聞，則成為壓垮駱駝嘅最後一根稻草。霍家嘅問題在於，佢哋將愛國當成咗政治籌碼，卻忘記咗最基本嘅道德底線。香港大學社會系教授李明輝指出，當豪門開始用低調包裝車微，用平等掩蓋特權，公眾嘅信任就會迅速流失。現在嘅年輕人更看重真實，而唔係表演。呢種流失喺年輕一代中尤為明顯。中環某咖啡館內，3位90後白領嘅對話頗具代表性。以前覺得霍啟剛係豪門清流，現在睇不過係個會演夫嘅政客。Namform 嗰場婚禮，表面清新，實則處處透住算計，連座位都要分3、6、9等。最搞笑嘅係霍震霆話尊重年輕人，佢兒子錯愕嘅時候點唔話尊重？雙標得太明顯啦！截至12月20日，霍家仍未召開記者會，只係通過霍英東基金會發布簡短聲明，家族事務內部處理，感謝社會關心。而霍啟仁嘅社交媒體賬號已關閉評論，Namform 嘅設計工作室官網則掛出暫停營業通知。據泰國媒體報道，佢已飛返曼谷，同父母商討應對策略。呢場危機對霍家嘅影響已遠超家族內部。特區政府某部門匿名人士透露，原定由霍氏集團承建嘅港珠澳大橋人工島項目，可能因為企業形象不符被重新招標。更深遠嘅係，香港豪門群體開始集體反思，黨愛國成為政治籌碼，黨低調淪為危機公關話術，公眾係唔係還會為豪門故事買單？霍家呢次真係踢到鐵板啦！資深公關專家陳女士分析，佢哋試圖用年輕一代嘅個性嚟淡化醜聞，但係公眾唔買賬。現在嘅香港人更聰明，佢哋要睇行動，而唔係借口。維多利亞港嘅夜色依舊璀璨，但係霍家祖宅嘅燈光卻比往日早熄咗2小時。管家話，老爺子最近總喺書房反覆觀看2008年北京奧運會嘅錄像，嗰係霍家最風光嘅時刻。霍震霆親手為郭晶晶戴上金牌，鏡頭定格處滿場掌聲如雷。霍英東坐喺觀眾席第1排，眼中泛住淚光。而今同樣嘅掌聲卻成為最刺耳嘅回響。老爺子最近常念叨一句話：家鳳壞咗，根基就塌咗。管家低聲話，佢現在在等啟仁嘅道歉信，都等啟剛嘅記者會，但更重要嘅係等公眾嘅態度。呢場風暴會點樣收場？霍家能否重建聲譽？或許答案唔喺淺水灣嘅祖宅裏面，而喺每一個香港市民嘅心中。黨豪門嘅光環褪去，黨道德嘅標尺豎起，真正嘅考驗先剛剛開始。霍家嘅未來唔止關乎家族自身嘅命運，更折射出香港社會喺價值觀變遷中嘅深層思考。喺呢個信息透明、輿論監督無處不在嘅時代，任何試圖掩蓋或者美化嘅行為都將被放大審視。霍家若想真正走出呢場危機，或許需要以更坦誠嘅態度面對公眾，用實際行動重塑家族形象，而唔係僅僅依靠危機公關嘅話術。畢竟，公眾嘅記憶或許短暫，但對道德底線嘅堅守卻係永恆嘅標尺。